在其他消息，咱来关心选战。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伫今仔日公布伊饲囝育儿政策，要提悬生育奖金，有生囝的人嘛会使有社会主体优先的资格。也毋过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回应讲，发展好的饲囝环境，这是比分钱也搁较重要。那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仔日是专工去拜访无党籍的议员林瑞图，要争取支持。 0到6岁，政府加倍养。台北爸妈双倍保卫。伫咧台北市内湖亲子餐厅，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25号召开记者会，提出育儿政策，包括生育奖励金要比现行台北市政策更较悬，公立托婴中心专业补助、私立提悬补助，佮提出生第二胎的家庭优先带社会主体，而且降低租金的政策。那对于目前台北市政府的财政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但是它能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以及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是绝对值得。3、2、1。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伫文山区的小学出席双语教学活动，讲到蒋万安的政策，伊认为法治不是解决生育问题唯一的方法。财政纪律还是非常的重要，把台北市的义务教育往下扎根，包括5岁的义务教育，3、4岁，甚至我们希望纳入免学费。 那重点是在于我们要投资在学校上面，投资在托育的师资上面，比单纯的只是发一个钱来得更重要。另一方面，伫北投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早时拜访议员林瑞图，陈时中进前则去文山区拜访新党议员李庆元，即阵却向无党籍的林瑞图积极发展支持。尽量在了解嘛，哈，按市情这确实市情是足复杂的啊。你看你有带头去拜访新党。 我就感觉足厉害啊！林瑞图当面懊恼陈时中，不过面对媒体询问台北市长参选人三卡都会停倒一个，林瑞图无讲后面，敢若讲会看啥人有心要开发地方，而且是真正有行动的。记者郭富良随正派文台北报道。